今日嘅行程呢，就係要出發去機場嗰度參加米蘭設計周啦，因為要搭長途飛機啦，所以我慣咗呢，喺搭飛機之前呢，一定會沖涼洗頭先。終於擁有咗人生第一個 GHD 嘅直髮夾啦，呢隻夾夠晒闊，夾兩下就已經夾完，超級 deadline fighter，到最後嗰一秒先至開始執夾，因為寄倉嘅夾呢，就攞咗嚟裝 display 啦，咁所以呢，我哋大多數自己嘅嘢呢，就係要 hand carry 上機。有冇人仲記得呢一個 Gregory 嘅背囊？嗰陣時候中學真係人手一個，用到而家都仲未爛，覺得佢真係勁襟用。上機一定要自備一條睡褲先，跟住就行得啦。我而家呢，就係出發要去攞之前訂好咗嘅 Whistles Print， 時間因為真係勁趕，揾咗 Alex 幫手，佢勁快就幫我印好咗，之後我哋翻 office 幫佢複印咗一次先。下次有時間會講下 Whistles Print 嘅原理。時間因為太趕啦，所以呢，中間都冇影太多相。執好晒所有嘢呢，就 call van 去機場。勁趕，我諗臨飛之前呢，就係瘋狂執篋，因為有啲篋呢已經超咗重，所以最後好無奈咁樣呢，都係要加篋。最後成功上機，完成今日。